主后2023年4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专心顺服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书亚记14章第1节到15节。下面是以色列人伫迦南地，就是约旦河西边所得到的基业。是祭司以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，以及以色列逐支族的族长分互因的。因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抽签分配互9个支族各半支族的土地。摩西伫约旦河东边，已经将2个支族各半支族的基业分互因。毋过无分基业互利未人。约瑟的后代分做玛拿西甲以法莲2个支族。虽然摩西无将土地分互利未人做基业，毋过互因城镇通大，草埔通饲精生。以色列人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分配迄个地。有一日，犹大人来吉甲见约书亚，见西人耶夫尼的囝迦勒对伊讲：上主伫加德斯巴尼亚对上帝重用的人摩西所讲关系你甲我的代志，你拢知。上主的仆人摩西对加德斯巴尼亚派我来探查即个地的时，我拄仔40岁。我照我心内所确信的，甲伊报告。毋过，甲我做伙去探查的兄弟的报告，互人民惊甲神不附体。只有我忠实信靠上主，我的上帝。迄日，摩西就蛇讲：你的脚所踏的地，一定要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基业。因为你忠实信靠上主，我的上帝。对以色列人伫旷野漂流，上主甲摩西讲这话的时到呾，已经过45年。你看，上主照伊的应允，互我还活地。现在我已经85岁啦。今仔日我还勇行。甲摩西派我去探查的时共款，无论是交战，是出入，我的气力，迄时安怎，现在嘛安尼。请你将上主迄日所应允的山区互我。迄日你嘛有听到，伫遐有阿拉伯族的人，因的城大搁坚固。若上主甲我同在，照伊的应允，我就会甲因赶出去。约书亚就甲耶夫尼的囝迦勒祝福，用希伯伦互伊做基业。所以，希伯伦是基尼西人耶夫尼的囝迦勒的基业，直到今仔日，因为伊忠实信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希伯伦以前叫做基列阿巴，阿巴是加纳族上伟大的人。对安尼，迄个地太平，无搁有战争。专心顺服上帝。迦勒对少年到年老，专心顺趁上帝。当年，伊受摩西差派去迦南地侦察的时，照实甲所看见的摩西报告，呾迦勒也毋惊带伫关大城墙内面的阿拉伯族大汉人，勇敢约书亚争取当年摩西答应要互伊的土地。最后，迦勒得到希伯伦城的土地，就是上帝应允带领伊进入的迄个地。约书亚和迦勒伫少年的时，就信靠上帝，因是有信心的侦探，
深信上帝的同在，因坚信以色列人有够野的气力进入迄个地。总是当时基由的侦探是惊吓的，因为因无相信上帝是信实守约的，因怀疑上帝的应允，所以这个侦探伫以色列人当中散布有关迄个地无确实的报告。因讲，阮探早行过的地是吞食人的地，搁看到的住民拢真大汉。阮看到的阿拉伯族的人就是大汉人，因是大汉人的后代，甲因比起来，咱亲像草莓，因看咱嘛是安尼。约书亚和迦勒倚靠上帝的带领，勇敢抗衡遐个无胆的人，因悲伤搁对人民讲：上主若意爱咱，就会带咱入去迄个地，将迄个老年甲密的地赏赐咱。毋过，你毋通背叛上主，嘛毋免惊迄所在的人，因会互咱吞灭。甲因保庇的，拢已经离开。上主甲咱同在，毋免惊因。迦勒勇敢倚靠上主，对上帝保持仰望，就算受轻视，依然深信伫旷野中，上帝要甲因同在。迦勒相信，旷野是通往应允之地的必经之路。迦勒有一个和别人无同的心志，就是对上帝忠实，专心跟对伊，信靠伊的应允。迦勒有强烈克服困境的态度，勇敢冒险，搁肯定上帝的确会带领因进入迄个地。伊一直对上帝忠心，虽然伊也会惊吓，毋过伊对上帝有信心。迦勒真有耐心，过45年，直到85岁，终于等到上帝福禄的土地，搁感谢上帝保守伊身躯健壮。迦勒持久信靠上帝，毋是一闪就过的信心。伊的勇气、耐心甲忠诚，是值得咱学习的模样。伫你的生命中，是毋是有一件代志值得你开45年去完成呢？迦勒一世人专心信靠上帝，专心跟对上帝，就算到老也深信上帝应允袂落空。伊犹原愿意冒险进入应允之地。是甚物力量，互伊永袂放弃，坚持这个应允呢？是伊的信心是无？虽然捌经历痛苦、孤单、黑暗之地，毋过伫艰难中，伊无失落家己，无袂记得上帝，是对未来保持仰望。最后，伊通进入迄个所在。恳求主帮助咱，伫野难中，要专心倚靠伊的带领，不断找求伊的旨意，聆听伊的声音。默想，伫我的生命中，是毋是有一件代志值得我持续努力去完成？伫我的生命中，是毋是有一件代志值得我持续努力去完成？咱来祈祷，恳求主帮助我，伫野线中会当倚靠你的带领，不断找求你的旨意，听你的声音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拢勇行平安。